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每个礼拜可以跟大家一起在教会，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赞美至高神。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渴望。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齐声赞美至高神，高举耶稣的名，相信神喜悦我们这样同心合一，一起来敬拜他。神的圣殿充满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在这里，上帝的真理在这里，十字架的救恩在这里，上帝的话语在这里，好不好？这个时刻，我邀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好不好？耶和华是我们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诗篇27篇第1节，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诗篇91篇11节。世界再多变，但神的爱永远不改变。世界再多变，但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阿们吗？阿们。我们一生的道路很艰难，在不同的环境里，有挑战，有苦难。我知道有人正在面临身体病痛的痛苦，我也知道有人在面临工作极大的挑战，也有人的生命失去了内心的力量，正在恐惧害怕里。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要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他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要遮盖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好不好？愿这个时刻，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他，用我们的心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好不好？我邀请会众，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主耶稣，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你是我们唯一的渴望。在光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的一切。主耶稣，我们要单单来依靠你，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中你走向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翅膀。
走进我们的生命里，走入我的生命。所以说你遮盖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所以说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所以说谢谢你美好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入你的院，来到你十字架的宝座前，来全心的来敬拜你，来全心的来赞美你，好不好？这个时刻，我邀请我们会众，我们一起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说在每一个难处里，你说在每一个低谷里，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主啊，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在困境当中，主啊，让你的杖、你的竿总是来安慰我们，主啊，总是来带领我们去克服眼前的困境。谢谢主耶稣，是你点亮我们心中所有的黑暗，是你遮盖了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主耶稣，你是全地的王，你是全能的救赎者。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祷告是有盼望的。让我们在一次的祷告当中，你就洗去我们一切的软弱。哈利路亚！你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要把那些负面的情绪交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的目光专注于你。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与喜乐。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你倾听我们每一个儿女的祷告。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你洁净我们生命里所犯的罪。主啊，求你再一次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勇敢的向前行。主啊，你说疲乏的你要赐能力，软弱的你要加力量。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主啊，你是全能的大君王。主啊，你是至高神主耶稣。主啊，我们生命里有许多的拦阻，主啊，我们生命有过不去的控告。主耶稣，你为我们挪去；主耶稣，你为我们挪去；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主啊，我们渴望你的爱就再次充满我们的心。主啊，你是爱我们舍己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献上我们的心，要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要单单的属于你。我们的心要更深的来渴慕你，是用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你。主啊，有时候环境真的很艰难，主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软弱，主啊，但我们相信祷告是有盼望的，主啊，祷告是有力量的。主啊，你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祷告里，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来领受你的爱，你的爱就来丰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再一次，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充满盼望。主耶稣，谢谢你，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爱你，超过一切的渴
耶稣。所以说，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所以说，你的救恩要降临在这地。所以说，你的救恩要降临在这地。所以说，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你。你的救恩要降临在这地。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所以说，你的信实是我们的盼望。心事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危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放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之手，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放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所以说，求你来医治我们。所以说，求你来怜悯我们。所以说，求你为我们兴起，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所以说，我们要呼求你的名。所以说，我们在软弱时候要呼求你的名。
所以说我们在失去的时候要呼求你的名，所以说我们在绝望的时候要呼求你的名。所以我们在黑暗的时候，你就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所以说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要充满平静与安稳。主啊，有你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坚持到最后。主啊，你的救恩必要降临在这地。主啊，你的救恩必要降临在这地。哦，哈利路亚，万军之耶和华。主耶稣，我们要来敬拜你。主，我们要回转的来归向你。我们回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放你的联络。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所以说，求你来医治我们。所以说，求你来怜悯我们。所以说，求你为我们兴起。求你兴起，求你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所以说，我们世世代代，我们都要呼喊你的名。所以说，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世世代代夫妇，全心全意敬拜，齐声宣扬颂颂神大能，众生途中儿女。万族万民万邦，齐声宣扬称颂山上羔羊。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天使呼喊，圣洁，万口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被你赎回，永远宣扬称颂神羔羊。我已得着自由，奉靠耶稣之名，永远宣扬称颂神。
穹苍的名，何等伟大的名，超乎万民之上。所以说，我们要呼喊你的名。所有宝座冠冕，所以说，我们要高举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你名高过穹苍，你名何等伟大，你名超乎万民之上。所有宝座冠冕，所有能力权柄，你名超乎万民之上。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国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所以说，我们要为你歌唱到永远。哈利路亚！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众天使呼喊，圣洁。万国要敬拜，圣洁，我们高举你，圣洁，圣洁到永远。神的你歌唱，圣洁，全地的君王。圣洁，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你永不改变，圣洁，圣洁到永远。亲爱的主，我们渴慕圣洁，而且是到永远。主啊，我们能力不足，靠我们自己无法达成，所以我们渴慕主，在你圣洁里面，我们必得平安，对，必得力量，必得安稳，也必得拯救。是的，我们用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导师，成为我们的帮助，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确据。愿我们在一起同心敬拜，诗歌感动我们的心，也带来荣耀你的心，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属灵的装备跟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神的眼光来看，有神的智慧来辨别。愿这个礼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属灵的百姓都得着满满的恩典跟赐福。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仍然站着，我们一起来齐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拉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个地方，第一处是弥迦书5章第2节，我们会众一起来念，请。上主说：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在犹大诸城中，你是一个小城，但是我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位统治者，他的家系可追溯到亘古。第2处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书后书1章18到22节，请。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我的诺言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提摩太所传给你们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位是而又非的，相反地，他就是上帝的是字。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成为是了，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上帝向你我保证，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他的印记，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担保。愿上主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赞美。今天果子小组来带我们一起献诗赞美神，他们所要献唱的诗歌是《给梦想一双翅膀》。献诗后，请夏牧师为我们讲道。今天讲道的题目是拯救应许，世人蒙恩。看见满足的微笑。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
果子小组美好的服侍。我们果子小组有一个特别的特色，他们有小天使在前面跑来跑去，表示他们在这个小组这个牧养而且是大人还是小孩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给他们鼓掌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果子小组小组长还有同工，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的第2主日。那为什么有代降节？我们也知道圣诞节来了，为什么有代降节？我们期待透过这个主题一起分享神按我们所做的预备。我们现在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每一年到这个节期，我们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的降生，许多的庆典的筹备，圣歌队的练诗，各种活动，福音活动，圣诞茶会，还有报佳音的活动，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我们在迎接的时候，主，你给我们从话里面得着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得着属灵的装备跟力量。愿神在我们当中运行，赐下你的恩典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叫做拯救应许，世人蒙恩。拯救应许这2个字很重要，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不是一个可能或是希望或是期待，而是一个确切的应许，而且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他已经为我们实现了。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在这一个主的拯救应许里面最大的一个确信。那这个应许跟谁有关？是跟接受主救恩的应许的人，他必蒙恩。但是世人不只是包括我们这个已经认识主的人，而是我们要把这个救恩的应许，这个蒙恩传给更多的人，让他知道你是蒙恩的百姓，你要得救恩的。这个恩不是我只一个人独自领受，我们是要家人、我们的亲友以及我们所爱的我们的同事。所以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的时候，将这个信息其实是做一种自我的检验，或是再一次的自我的提醒。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从刚刚读了2段经文来再一次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确认。第一个，上帝的拯救应许，它不是一个空头支票，或是一个宣告性的一个标语，而是他的承诺跟履行。所以我们看圣经最伟大的，或是最让人家惊奇的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以及宣告，然后后来都一一的实现了。这本圣经不是一个故事书、远古的书，而是一直在更新所有信主的人他的生命，因为他每一句话都仍然在运行当中，仍然在实现当中。就跟当我们读的弥迦书5章2节这段经文说，上主说，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你是一个小城，但是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个统治者，他的家系可追溯到亘古。在这边有2个凸显的主题，第一个是在一个微小的不是那么的凸显的一个小城，有一位统治者要出现，而且他这样的表达不是突然间偶尔发生的，或突然间想到的急就章的，而是说他的家系可以追溯到亘古。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长久的规划，从神而来的一个计划跟施行。当然我们也知道，从人的角度，几千年或是更久的先知的预言
多么久啊！我们一代过一代，老早就忘掉了。但是你记得圣经里面说，神在他的日子是1000年，就像昨天。神的安排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既然如此，我们就看到说啊，这个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提示呢？有这2点：一个，伯利恒以法他，其实它是名称是一样的，是同一个地区，它是地方的称呼，微小之地，它是大卫的故乡，也是耶稣的出生地。所以，它这个微小，会面对到一般的人的英雄的想象，认为是哇，要在皇宫里面，要在一个很大很富有的地区。但是神的降生是卑微的，他的道成肉身是在一个简单朴素的地方，印证了耶稣的降生。所以它是充满了非常非常丰盛的意义。第二个是，他说他的家系可以追溯到亘古，所以换句话说是永世的应许跟承诺。第二个，世人蒙恩的记号，是因为神承诺跟履行。第一个，这个承诺跟履行是带来了改变。我们主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天国的好消息被传开，属天的神迹就不断在这地上发生。这个凡信靠主、接受主为救主的，他的故事、他的见证、他的神迹、他的奇事，一直延续到现在。哥林多后书1章18到19节有这样的回应，他说：“我指着信实的上帝说，我的诺言并不是是而又非。”换句话说，这个诺言好像这个当爸爸的回应小孩子，在鲁苏好了，下一次带你去看电影了，下次去看你到游乐园了，下次带你去吃一餐了，讲一讲他自己都忘掉了。保罗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诺言不是随便轻易的草率的。他说：“因为我和希拉、提摩太所传给你们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位是而又非的，像我的上帝就是是。”保罗还特别提到提摩太跟希拉。换句话说，我们众人都同样在印证这件上帝是是的，是 yes， 是没有其他的答案的，他是确定要实施的。所以将这个福音给所接受的哥林多教会，你像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是对初信的人是多大的祝福。好，第二个是蒙恩的记号，在1章20节，还有保罗在21到20节做了一个确信的宣告，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20节说，上帝一切的应许在基督身上都是是，因此我们接着他说阿们，来荣耀上帝。阿们的意思是，我诚心领受了，我心所愿了，但是这个是给我这样的信心，说阿们。基督徒常常说阿们，好像是一个口头语，对不对？哈利路亚口头语，其实它是带有力量的，带有权柄的，带有应许的，带有神迹的，所以要让你的确信得到一个属灵的应允。那保罗说，这个应许是这样子：上帝是我们阿们。然后保罗这样子宣告说，上帝向你我保证，我们生活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这群说阿们的人分别了出来。而且保罗用这样的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笃定跟确信。他说，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他的印记。身上有什么印记呢？不是那种外表的标章印记现在的人呢，有时候去游乐园玩要玩很久，他就盖你一个章盖一个章说你可以再进场你不小心洗掉了，那麻烦要再重新盖一下。他说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刺青，表达他的一个自己的心境领受。那这个都是外在的、表面的。当然也有
我们看到很多民族呢，他们会用很奇特的印记，像印度啊，他们会在额头上做一个红色的印记啊，那个修道的所谓的法师，他们会用戒疤，反正什么样的印记都有。犹太人用割礼来印记，但请记得保罗给我们讲的是新约耶稣基督救恩的印记，不是外表的印记。他说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担保。有圣灵一个活活的、带有能力的、带有祝福的、带有改变力量的、带有应许的承诺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印记。换句话说，当你心中软弱的时候，当你迷失了，当你移转了，可能那个印记就浅了，或是消失了。所以这个印记是活的，是在连接了你的信仰，连接你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见，在这个代降节，借由上帝的独生耶稣基督在世上给我们的应许承诺，那我们怎么在代降节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去确认我们的信仰，确认我们对主耶稣降生、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记号。代降节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圣餐桌有摆了一个圣诞环上面在完整的时候又有5支蜡烛，那现在只点了2支，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今天是代降节的第2主日第2主日这样子。那代降节其实如果按照教会历我们说现在有什么西元的历西方现代这个我们的那个国历还有农历都有不同的历法所以我们会想说，我们过农历春节了，已经是这个现代历的1、2月份了，我们都很习惯去适应农历跟那个现代历。那其实基督教的历法，它是从代降节开始。换句话说，一年的开始不是1月1号，而是我们的代降节那一天，算是新的一年。换句话说，节期是从代降节开始算你们就注意看周报我们在封面当中封底里面会讲教会历，那就是代降节第2主日这样。所以算是基督徒已经迎接新年了，因为主耶稣降来临了所以这个代降 Advent 是拉丁文字来临的意思，来临了，是等待耶稣基督的再临。那这个意思就2种一方面是纪念他曾经降临，就是出生来到世上；第二是我们还在期待他第2次的降临。所以我们如果比较严格来说，代降节应该是叫代降节期啦，因为它是一串的日子，4个礼拜所以前4个礼拜一般说我们就是大部分都是在11月底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平常教会很习惯，就是过了感恩节我们习惯做的感恩节，西方的感恩节过来就是这一个代降节开始，那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的节期达到高潮。那就有年轻人会不了解说，牧师我们圣诞节都已经知道了，12月25号那天就是我们的圣诞节为什么要期待代降？又不是不知道会不会来明明已经来了，而且已经纪念2000年了。那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已经发生的事，我们是属于后面世代的，对不对？耶稣降生后的世代那用什么方法来纪念这个代降呢？有一点矛盾，对不对？那其实它意义是很丰富的，因为这4个主日，我们借由圣餐桌上的代降环有绿叶或是松树我们在这边松叶，然后编织一个环，插上5支蜡烛，它是代表不同的记号。或者说，有的教会会在这个代降节每一个主题做一个教导，或者是灵修的资料啦，或是在讲道上分享啦有的是在上那个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一起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总之，它给我们不同的一个领受，就是第1个主日，它点第1支蜡烛，代表期待跟希望；
第二支蜡烛代表准备跟信心，第三支蜡烛是宣告跟喜乐，第四支蜡烛是启示跟忍耐，就是第4个主日。那我们现在教会为了时间上的方便呢，其实我们以前一段时间我们25号没有休假，所以那一天要纪念要庆祝比较不方便，所以直接在第4个主日也把第5支蜡烛，就是代表主耶稣降生的蜡烛点了起来。那就代表什么？一支微亮，再来增加一点，增加一点，到第5支全亮了，表示说神的恩典的光逐渐降临到完全，5支都全光了，全亮光了，就是这个完全的意思。好，这个很多的家庭甚至都自己在预备，好，很多家庭现在很多现代的电子设备很方便，不用点的直接把电打开就很拟真的蜡烛就出来了。那这些蜡烛都是不同的设计可以发现很多设计者的创意设计者的创意，无论是长的尖的或是圆的都可以弟兄姐妹，那这些庆祝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或是基督教会的节期这3个是最主要的，我们大概是3大节代降节、复活节，还有圣灵降临节。那复活节跟圣灵降临节连得比较近因为主耶稣来复活，然后圣灵来临，就是那个固定的时段。但是这3个时段其实是基督徒最需要做营造信仰跟生活的内涵的这个时段。但是我们也都知道，特别我们台湾因为比较不属于基督教化的国家平常我们在社会上没有这种感觉，现代反倒是圣诞节被外面的厂商生意人弄得那个非常的火热很活跃。现在台湾有很多什么圣诞城圣诞装饰比教会还认真庆祝，因为那个圣诞节有商机有商机，特别有的地方还故意加上一些雪花，让你感觉是圣诞来临了不过南半球的人就感觉很奇怪你怎么12月降雪？我们那边热得要死怎么办？其实我们把外在的景色都设定在那边，那有时候那些商业的目的反而把信仰、把这个拯救的要素把它稀释掉了。所以基督徒反倒是不是完全的抗拒的，而是说看到哇那个百货公司那一棵圣诞树要好几百万那个灯光不得了，你反而要想是说，我是为了这个圣诞树来的吗？我是为了这个圣诞老公来的吗？还是我是为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来的？那反倒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嘛，而不是说我们就热闹庆祝就过了，那很疲累很忙忙完了没什么。基督教的元素、信仰的元素真的是要被很大很大的提醒那节期被这些商业化偏离主旨了，我们反倒要回来思考。弟兄姐妹，我们在代降节期，其实它不是一下子就马上耶稣的教会成立以后，大家就马上把这个节期弄得好好。其实它是从初代教会慢慢演进到13世纪，已经是到中世纪的时候，才慢慢确定说有4个礼拜的这个代降节期。那刚刚我们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已经知道耶稣降生了，那你期待什么？明明已经成为实现的议题了，所以这一个传承有2个不同的面向就是代降节有2个不同的传承。反倒有些教会他们不只强调迎接圣诞节它是迎接强调第2个。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重视预备，因为有前面的期待主耶稣的降生，那现代的人就更应该用预备主再来，所以强调禁食悔改作为节期活动的中心。那第2个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大家比较轻松嘛
期待、等待、欢迎重视、庆贺、欢喜来迎接圣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耶稣还没降生前，有谁在等待？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在等待哦，但是真正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他们并没有去把它迎接到这一个降生，所以那个期待可能变成空幻的。如果从我们的圣经的故事里面讲，我们看到说那个东方的博士反倒是真的很认真期待，而且他还长途跋涉，骑骆驼，还带了礼物，对不对？要来迎接。那在旷野牧羊的牧羊人，他们可能心中也在期待，但是不知道这个期待已经实现了，要天使给他们报佳音才知道。好了，刚开始的圣诞节这个期待其实是不明显的，但是现在的基督徒，既然主的降生已经实现，我们更去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更强调说，这4个主日，不只是前面我们讲那些充满了盼望、预备、信心，我们反而是有些教会他们会改来做纪念。这4个主日是比较严肃的。第一个，纪念主的道成肉身，就是主的降生，没错。第二个，纪念主的死。第三个是纪念耶路撒冷的毁坏。上帝的救恩来了，耶稣的天国的福音传扬了，但世人抵抗世人背叛世人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耶路撒冷的毁坏代表人类的罪还留在那一个跟神的救恩对抗的那个地步。那第4个主日是在纪念耶稣基督即将再来，也带来审判。但是我们如果从我们自己现在教会界的理解台湾的教会还是比较习惯待降节，就是大家热闹准备啦，各样圣歌队准备练歌啦，要参加表演的表演各样的节目啦以前那个圣诞节的表演是非常非常受重视的，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娱乐，感觉大家一起来练习一些戏剧啦、表演也是团结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这些都是预备的一种，但是我们会把这个待降节期应该有的悔罪、跟预备、跟省思自己的信仰，我们会把它挪到哪里？挪到这个受难周前的大斋节。那我们教会其实也蛮平衡的除了我们有在按照常规大家一起热情准备圣诞节，其实我们教会有2个禁食的传统。第一个是在受难日前40天，我们就按照一般的大斋节40天来做预备。那很多人签名参与这个连锁祷告。那我们在举行推动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也想说，在迎接圣诞节的一个欢庆洗礼，我们能够在待降节前21天举行21天的连锁祷告。那这些都是一种蛮好的平衡。我们一方面欢庆主的降生，一方面也审视自己，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主耶稣再来？东方的博士预备好主的降生，那我们现在每一位都要学习博士的精神，我们预备好主耶稣要再来。就像10个童女，她们也预备好要迎接新郎的来到。待降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最重要的信息的核心，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从神成为人。所以教会信徒深思思考主耶稣再来的目的，在这个时段就有灵修，明白圣经一切的教训，耶稣的教训。那信徒是自己以悔改的心来反省自己是否符合神的旨意。那这个迎接主降生是最好的一个个人，特别是个人属灵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等待耶稣的再临。换句话说，另外一个面向，主降生
已经实现了。我们另外一个代降就是主降临，主的再临。代降节在信仰中的主要元素，我们应该反倒是更着重于主的降临，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处在耶稣升天前的应许，他要再来这个应许。若代降，他有讲，我们还在等，就是这个等。这个等是像耶稣所说的，夜间盗贼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预备好。但是也不像一些比较属于危言耸听的哈。我们台湾不是很多人预言什么1995闰8月啦，什么一些大堆，外国也这样哦。有人宣告说什么时候末日要到了，不是那种恐吓性的，而是一种当主耶稣来更新万物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我是被更新的一部分，我是被接纳的一部分，我是被迎接到云上跟主见面的时候，是这样的心境，你会觉得很坦然，因为什么时候来我都预备好。所以有的人又会用现代科学的进步核子弹的发展，或是全世界那个毁灭性的武器一来什么时候要发生，那种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主会用他最好的方式，让预备好的人来迎接他的再来。弟兄姐妹，代降节在信仰的元素，主要是着重在再临，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这个再临，我们是开始检视自己预备好，所以5支蜡烛，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迎接主降生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把这5支蜡烛的，这个意义转变得更严肃一点，盼望、悔罪、任性、接纳，还有跟神重新立约这个新的节奏，所以2个都成为装备的一部分。我们等于复习那个耶稣降生的期待，一方面是我们已经有信仰的基督徒，有信心的基督徒，领受救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预备好耶稣的再来，这个也是代降的一部分。借着代降节等候耶稣基督的再临，那圣诞节期的活动就不再只是预备热闹庆祝的圣诞节，而是反省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的再临哈。所以我们期待代降节是回顾主耶稣的降生，重新跟上帝立约，而且不是已经发生的过去，而且充满着未来，迎接他的再来。感谢主，我们不只是带来透过这个节期迎接新的挑战，而且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随时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要来迎接他。弟兄姐妹，今年是我们教会的49周年，其实我们也在迎接，也在等待主给我们富强教会50喜年的祝福。所以我们也一起借由这个代降节，已经要跨年了，准备迎接50喜年的盼望。代降节是盼望应许的节期，迎接50喜年的盼望，我们期待就像今天的主题一样，我们再一次确信我们从神得来的拯救的应许。这拯救应许我们已经掌握住了，我们已经领受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拯救的应许，这样的祝福，这样的恩典，也能够向世人传扬。这是一个蒙福的福音。我想这个更应该是我们庆祝圣诞节、庆祝代降节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强调，一直在鼓励我们各小组、我们的各单位，我们一起来办类似圣诞茶会啦、感恩节茶会或是餐会，为的是要借着这个机会，一个叫软性的活动，把福音传扬给这一群我们所认识的，或是我们所钟爱的亲人、儿女，或是我们的家人，还有包括我们所接触的人群。弟兄姐妹，迎接50喜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把迎接主耶稣再临的一种能量运用到我们在明年50喜年的这个情境当中。所以今年是我们富强的等候安息年，49年嘛，是安息年。
那我们在彼此警醒，他要再来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用盼望、悔罪、任性、接纳跟重新立约。我们一起用这个很严谨的、很用心的去装备门徒，去邀请弟兄姐妹在属灵、在灵修、在服事、在传福音、在门徒的一个训练上更加的成长，让这个成为我们50禧年迎接主耶稣恩典的一个记号。我们能够更加的努力去建造教会，尽全力来宣扬神的福音。愿50禧年也是我们待降节的一个延伸，神的恩典持续。所以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我们要举行一个跨年的祷告会，把49年的安息年跟50禧年的恩典把它串接在一起。我们一起期待，也预备好要一起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信仰告白的时间那牧师要做一个祷告，祷告完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要有2位弟兄姐妹，他们因时间的关系要提早在这一个礼拜举行一个信仰告白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做唱诗歌。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一起领受从你来救恩的应许。我们感谢你，我们成为应许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确信这个已经实现，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不只是领受这个救恩，而且我们还预备好要迎接神从天上。当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是被接纳的一群。所以我们努力传扬福音，我们努力建造教会，我们努力去推动门徒的培训，是为了有更好的预备，让神的祝福、神在临的救赎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而且抢救灵魂，成为神美好恩典的一部分。感谢赞美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也有新家人要加入，愿神赐福我们以下的程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有2位我们的新家人我们在周报里面有印了这些名单其中2位就是我们的吴志民弟兄还有林怡君姐妹，他们是一对夫妻很难得，他们是独特的特别为他们举办的是因为他们下个礼拜我们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礼典，因为他们刚好安排要出国，要到美国去，所以我们就今天提早帮他们做一个信仰告白那我们要唱这首回应诗歌，唱完之前你们2位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要来得恩典来祝福。我们唱这首，坐着就唱就好。我们请长老也预备好，我们等一下要接纳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那么可以到前面来了，好，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感谢主我们的志明兄夫妇呢，他们之前已经受洗，大概已经10年了他们在追求信仰当中很高兴，他因为认识了我们教会的弟兄他们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工邀请他们带我们教会来参加小组，就在我们的泽龙小组他们看到我们教会的聚会，觉得很认同，就决定要做信仰告白，加入富强教会。
这时候我要对两位来做一个信仰告白的确信，然后我们再做介绍哈。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创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两位弟兄姐妹，他们在以前已经在别的宗派接受洗礼，借由长老教会的一个信仰的规定，他们今天要在神面前再一次确认他们的信仰，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这时候要请两位回答我所问你们的，你们可以按照我所问的来做确认或者点头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愿神的恩典借由你们的确信，再次坚固你们的信心，也蒙神的祝福，在后面的人生恩典满满。第一个，你们深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相信。好。第二位，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第三，你们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愿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感谢主。这时候我来做宣告。你们两位在之前已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时候你们在富强教会一起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跟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由你的奇妙的带领了我们的志明兄还有怡君姐妹夫妇加入了富强教会，跟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一起在信仰上受装备，也一起做服事。感谢主，借由小组的关怀带领，他们成为富强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求神跟他们同在，让他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得力的开始，也是神祝福的新的开始。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借由他们所得到的恩赐服侍你更有力量，也在小组当中，在教会当中，借由彼此的关怀培育，在信仰更加的坚定，信心更加的确信，也在他们生命当中活出主的样式，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带领他们提前举行这一个信仰告白，带领他们到美国的旅程2个礼拜的时间，每一个站每一个流程都神的祝福恩典，有一个美好的旅程，有美好的收获。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向后整可以吗？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呢叫曾志明弟兄，还有林丽君姐妹，他们两位我们的志明兄他是长荣大学的教授，他们之前10年前跟他们的同事认识的信仰，那就受洗了。这次因为是我们教会的是玉祥兄玉祥兄呢是他们的算是同事，也是工作的伙伴。我们玉祥兄是我们台湾我们南部这边水利方面这个公职的一个主管他们跟曾教授他本身在这个业务上有很多的互动，所以他就热情了，跟我们的玉祥兄是好朋友，也是好伙伴所以有一次他就邀请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参加小组？所以呢他们就来了就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他下个礼拜这个礼拜要外出国赶不回来14号，所以他们今天提早做信仰告白，他们特别为他举办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长老还有牧师来为他们做握手送小礼物也请我们的这个小组长，我们的泽龙小组长也出来给他们也接纳一下。好，站在原来的位置握手，然后在我们一起照相来握手。
今天节目很精彩哦。我们除了一个信仰告白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中保代祷的见证。我们在月底结束之后，我们54期的中保代祷就要开始招募了。我们今天要引我们的秀香姐妹，她来做她的信仰见证。我们拍手欢迎她，来，秀香姐来。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秀香，感谢上帝，我还有再一次的机会可以来这边为中保代祷来做见证分享。那我参加中保代祷已经有2年半了。那在2年半前，我也是在于教会的礼拜中，我听到一个苏老师的一个中保代祷在这边做见证分享。我回去之后，我有很大的感动，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也想要来参加中保代祷。”那就这样子，这2年来我就很享受，就是跟上帝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那上帝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的眼光就是转向上帝。那我也开始学习亲近上帝。那在中保代祷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经历到我自己生命的一个改变。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很多的压力跟挑战。那常常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上帝。那去年大概也是12月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在去年的11月30号，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是礼拜日。那礼拜日的话，我下午都会回娘家。那我大概就是1点半的时候，我的姐姐打电话，就是说，妈妈心肌梗塞，送到麻豆新楼的急诊。那我就赶快冲去急诊。等到我去急诊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妈妈的血管塞到3条。可是我看我妈妈她是清醒的，我心里在想说她清醒，那血管如果说做个支架，应该就会改善。结果等到晚上8点多的时候，我就再去加护病房看妈妈。当我看到她，我问她第一句话：“妈妈，你有较好不？”她就跟我摇头。那我也觉得她呼吸也不太对，感觉就是很不舒服啦。那我也觉得就很直觉觉得她的状况不太对。那当然我就是全然的交给医师，交给上帝。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差不多11点半的时候，我在家里，我就接到新楼医院打电话给我，他就说妈妈的血氧在降了，那可能就是要紧急插管。那我就说好，然后又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医院又打电话给我，说妈妈可能也有2间半，可能就是心肌梗塞的一些并发症，她有2间半的那个瓣膜闭锁不全，那可能建议要转到医学中心去。我就说好，那就在这时候，医院问我要转去哪里。其实大家想的应该是成大奇美嘛，因为我妈妈7年前她有在安南医院开过心脏，所以我可能还是要跟爸爸这边商量一下，我们要转哪里。那爸爸的话，他当然是会觉得说，他先前的心脏7年前是在安南开的，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回去找原来的一个医师跟团队？后来在这个危急的一个状况，因为我觉得妈妈的病况很危急，我这个决定权我们只能够交给爸爸，所以就这样子，我们就决定我们要转安南医院。那我也跟医院那边麻豆新楼那边说，我们要转安南。其实做了这个决定，我非常的一个不安，但是也没办法，所以我就从台南我要去麻豆新楼医院帮妈妈办转院的时候，真的就是一边开车一边祷告，然后我就说主耶稣，成大医院跟安南医院，求你预备适合妈妈的医院，有医疗团队可以来医治她。可是在这样子做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很 OS， 都已经跟麻豆新楼都已经跟他回应说我们要转安南了。然后就开到永康的时候就很奇妙，那个手机电话又响了，那个麻豆新楼打电话给我，他就说那个有帮你们联络，那个安南医院的加护病房目前没有床，那成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有床。哇，哈利路亚！我就觉得二话不说，我们说好，那我们就转成大。其实在这过程中，我真的觉得
上帝一直和我同在。那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个半夜2点半的时候，大概就12月份这种天气，其实晚上半夜天气也去年还蛮冷的。那我就陪着妈妈，我们就转运，我们从麻豆新楼要转到成大。那救护车要开出麻豆新楼的时候，大家听到那个嗡一嗡一的声音，那又黑夜又寒冷。那出医院的门口，妈妈的血氧开始在降了，然后她本身又有一些肺水肿，那种泡沫血痰都出来了，那也没有办法去连接那个车上的那个呼吸器。我就跟我那个学妹，我们是用那个苏醒球、氧气球这样子给她背进，就是想把我妈妈送到那个成大医院去。那在这过程中，学妹也问我说：“如果妈妈的状况不好，学姐你要急救吗？”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真的那一晚我真的经历了一个黑暗中的一个惶恐啊。那我妈妈送到成大医院的这过程中，其实她已经面临了心脏衰竭、呼吸衰竭。那她本身她的肾功能在还没住院前已经算是她剩下1颗肾脏，所以那1颗肾脏也是属于岌岌可危型。所以她到成大之后，她真的是面临了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跟肾脏衰竭。那身上管路大家可以想象，在重症单位就是气管内管啊、呼吸器、鼻胃管、尿管。那因为肾脏功能不好，做了一些检查治疗都要打显影剂，所以到成大也开始洗肾了。那其实，在这样的状况，我那一天晚上，我们家都觉得我们即将失去我妈妈啦。那就是我参加中保代祷之后，我知道当我遇到我这些令我担心挂虑的事情，我只能够全心的仰望上帝。但是我知道靠我一个人祷告的力量真的是不够，所以我需要有多多的一个弟兄姐妹，大家可以来为我妈妈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做守望祷告。所以我就写了代祷卡，那也透过小组家人，还有就是中保代祷的团队，那大家就是同心很切迫的为我们家来做祷告。那我妈妈在加护病房当中，其实也经历了很多惊吓跟平安。那我就分享，这就是这个过程。那有一个惊吓是，当心脏外科医师来评估，他说可能治疗方式就是还要再开一次心脏来做那个瓣膜的修补。但是我妈妈的情况那时候已经真的很差了，他说全身的器官都很差，也没有办法再做开心手术了。如果强行要开的话，存活率应该很低。那上帝的恩典啊，就是医师又分享到，在成大有一种就是2间半夹合术的一个手术，它是用导管的方式来做处理，效果算是不错，就是费用比较高昂。那就这样子，上帝就预备了成大的一个医疗团队介入。那我妈妈就是再次在成大置放了一支支架，跟做了一个2间半夹合术。那也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加护病房，我就说我那1个月我们全家几乎都是在成大的加护病房上班就是加护病房在那1个月，我们就是从11点会客去看妈妈。那医院很好，他就是每天让我跟我的姐姐妹妹，我们就是轮流，每天就是从会客完就是一直可以陪妈妈，陪到就是看我们要多晚走都可以。那真的就是很感谢上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团队跟这样的地方，来让我们就是在成大就这样一些医疗的一个照顾。那第2个惊吓是我妈妈插气管内管，其实已经插了3个礼拜。我看医师也开始急了，他说这个再不赶快拔那就是会很担心会造成一个呼吸器的依赖。那将近差不多，我记得是12月23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试着拔管。那第1次拔管的时候，我妈妈马上在我们的面前，真的喘不到15分钟，她马上又黑掉了。天哪！我们就说好吧，那就赶快再插上去。那插上去的时候，加护病房医师说好吧，那我们再给妈妈1次机会。那就是在训练这几天，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话，就是再拔啦。所以就在这样子12月26号那一天，其实就是预计就是几天后再拔管。
那我们都在想说哈，如果说再一次的拔管没有成功，那我妈妈可能就是要面临做气切，住那个呼吸照护病房。所以啊，我就觉得就是也是要靠中保代祷这样子的一个持续祷告。那我妈妈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感谢主，就是再一次的拔管，后来就有成功了。那另外一个惊吓的就是我妈妈其实在住院前肾功能已经不好，她的那种不好就是一直照顾一直追踪，然后如果可能用药不当还是其他状况，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要开始洗肾。那其实住院住到成大医院，我们已经开始在洗了。我就想说这一连串的一些检查，那一颗肾脏应该是保不住了。我们说好吧，那把命保住，肾脏真的保不住，那也就认了啦。就是之后回家之后，我们就可能接受洗肾治疗。那真的很恩典哈，就是到出院前，医师就说，那我们试着先不用洗，我们来追踪肾功能。哇，然后就在这样子的过程，我妈妈真的是到出院前，她真的也面临到不用洗肾，然后洗肾就是变成她在住院中一个暂时性的洗肾。所以透过中保代祷，大家为我妈妈的一个守望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我妈妈出院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管路，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那我都说哈，妈妈可以这样子的出院，真的不是偶然，也不是奇迹啦，真的是靠大家祷告，上帝垂听这样子的祷告而来的。所以当我在生活中、生命当中，我遇到令我担心、令我担忧的事情，我觉得我第一个就是写代祷卡，因为我真的是需要上帝，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及时救援。那我真的也要感谢，就是代祷的勇士，大家日夜的一个守望。那我相信我们有祷告，上帝就会垂听。那所以在这一年来，我妈妈的身体也慢慢在恢复。那我也相信，我们这一年和妈妈相处的时间，都是上帝多出来的时间，让我们去学习那种珍惜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也鼓励大家来参加代祷团队，因为上帝用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他人的人。所以我很谢谢上帝使用我，让我成为他的器皿。那在这代祷的服事当中，我可以在祷告室里面安静我的心，然后跟上帝连结。那代祷室里面也有一些书籍，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我也是可以得到上帝教导的话语。那在代祷室里面，我看到了每个家庭有一些祷告的事项，其实我看了，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也很难过。我只能够说，我也想要多祷告一个代祷卡，就对一个家庭多一份祝福。那另外一个就是中保代祷这个服事，我跟志宏是属于夫妻一起服事，所以我们也一直在享受夫妻服事的一个甘甜啊，就上帝就会配一个专责的司机啊，每个礼拜六我们就是一起来教会，那祷告完之后再去吃早餐，然后就是过我们周末的生活。我想这一切都是一个上帝的恩典。那生命的改变就是让我回首转向神，我领受这样子的祝福，其实我更加的体会到为上帝多做工，我们会得到更大的祝福。那我从新楼医院退休已经也2年了，那我目前有设立了居家长照机构。那在今年的话，评鉴也顺利通过了。那因为之前在设办公室也有一个建筑法规，那个可能就是在公部门要通过核准，真的也是困难重重。那神也很恩典，在今年10月份，这个建筑法规也通过了，所以就让我更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在社区里面，我就跟着密侦小组啊，那我们就是一起在做社区关怀。那我想这些都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祝福啊，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来参加中保代祷的一个服事，也都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那上帝用我们，他真的就会给我们大大的一个祝福。那希望我透过今天的一个见证分享，
让我的生命也可以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那也有更多人能够来参加那个中保代祷，让我们都可以成为代祷的一个勇士。那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彼此能够守望，让每一个软弱的一个事项都可以成为上帝祝福的恩典。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这是我第3次在这边做见证分享，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一路走来，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家人，都有上帝大大的恩典跟祝福啊。那我领受上帝这样子的恩典，我也需要在这里大大的夸口，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那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代祷卡，我们有这个蓝色代祷卡，这个是事工的部分。如果大家在于事工上有需要做代祷，也都可以来做书写。那还有黄色代祷卡，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周遭的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都可以来着写黄色代祷卡。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粉红色的，这个是应允卡。如果说你的代祷事项有得到回应，也欢迎大家可以做个回馈。那我想这很多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就是那个代祷卡的那个使用者。我为了我的家人，不管是姐姐妹妹啊，还是朋友，当他们有任何上的需要，我们就是会用代祷卡，然后有我们的代祷的团队，这样子大家彼此的一个守望祷告。那上帝都有很多很美好的一个成全。好，那中保代祷的表格目前已经在1楼公布栏了哦。如果说大家有感动也愿意的话，那可以到楼下去做登记。好，那以上，谢谢。我们谢谢秀香姐她美好的见证哈，他们一家哈都同步的哈，都一起服侍。我们介绍一下志宏兄在哪边？志宏兄呢？哎，欢迎，谢谢哈。志宏兄也在公部门服务哈，他们夫妻呢也参加我们的密侦小组。那通常他们都是一家，还有个恩琪啊，他女儿哈，都同时来服侍，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服侍的一个表征啊。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继续为他们祷告哈。我们的秀芳姐她本身是专业的护士退休，然后现在走向一个长照的事工求主继续带领。牧师真的是鼓励哈，我们第一个，我们富强教会的代祷事工已经成为一个属灵的产业了哈。最近常有别的教会说你们的中保代祷这事工是怎么样运作啊？他来我们这边参观哦，而且还邀我们的同工去分享，表示说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慎重其事？祷告就祷告，何必要在有代祷室还要写代祷卡？是因为我们看重，我们觉得神看重那个真心诚意的祷告所以第一个，你有困难，你有需要写代祷卡；第二个，更欢迎加入代祷团队。我们明年不是迎接50喜年了，我们希望能够突破人数成长你知道吗？一张代祷卡在1个礼拜里面，如果有100个人为你代祷，那个恩典是很大的所以期待你写代祷卡，而且你能够参加代祷团队我们在1楼有签名的地方谢谢大家。我们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奉献。
请起立，我们唱奉献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兄姐请坐。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金句，请。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一书3章23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服事同工，请大家来留意。第3页出席人数及聚会消息，请兄姐们自己看。第4页报告事项第2点，本主日12月7日也是总会锁定关怀艾滋主日及身心障碍者关怀日，还有世界人权日，请兄姐们一起为这3个事工来关怀、了解以及代祷。第3点。今天在下午1点30分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请参加同工准时出席。第4点，下主日我们要举行欢庆主日代降节圣餐及洗礼式，也请兄姐为这个周报上面所提名的名单为这些兄姐的受洗的信心的坚定来代祷。第5点，我们教会定在12月30日有进入50喜年的年终跨年祷告会我们邀请会友们一起来参加。第6点，代祷团中保代祷的54期那个服事报名，请大家留意，截止日期是12月31日。第7点，我们教会在圣诞节庆祝事工的计划如下请兄姐们自己来观看、来留意所以把这样的消息分享出去。第8点，教会财务部的事工报告，感谢神，在我们连续3个主日的感恩奉献金额如下那我们谢谢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第2点，会计年度即将结束，请大家留意在12月28日主日礼拜后是结算关账的日子请我们要做奉献的兄姐来提早做准备。第11点，今天是12月份的庆生会我们也请大家为我们的寿星来祝福祝他们生日快乐，主恩满意。12点2026年的教会福音月历呢，我们要赠送每户1份，请兄姐到楼下办公室签名登记领取，到12月21日截止接下来的我们请夏牧师来为我们补充报告。谢谢。我们把握时间，我们现在介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第一位是王建生弟兄在哪边？让我们欢迎你，王建生，欢迎你，建生兄哈，欢迎你来参加聚会，感谢主，神恩典跟你同在。再来就是我们教会我们小组长宜之小组长，他的家人今天特别来这里欢迎他们。第一个是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陈克玉先生还有黄长娥姐妹，欢迎2位，欢迎可爱哈。还有他的伯父伯母来，陈宗彦先生还有林玲玲姐妹，还有他的堂姐敏之姐妹哇，这个宜之敏之是有之字旁的很高兴来拍个照，哎，拍手，再一次拍手欢迎哈。我看到资料也写说他们从美国回来探亲欢迎你们来过圣诞节，很好哈。还有一位来，什么？
没有介绍，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来，新朋友，欢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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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送一个礼物哈，拍照。我们现在补一下资料哈，补一下认识你的资料。好了，时间很宝贵哈，牧师先报告啊，我们呢今天的中午的爱心午餐哈，我们的同工特别预备了一个我们台湾最喜欢吃的杂菜汤啊，杂菜汤啊，所以大家礼拜结束可以到3楼啊一起享用哈但是有一个小拜托啦，我们1点半就要办那个施工研讨会，所以等于是这个用餐的地点要整理一下马上要开会，所以我们好好的享用，但是时间不要拖太久，不能聊天聊太久哈，赶快把它吃饱，然后让同工把它整理这个那个桌子哈也请同工预备心思，1点半准时来参加哈。我再做几点补充哈。第一点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要圣餐洗礼所以请大家准时来参加。我们请小会员预备要来准备圣餐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圣诞市集哈，我们能不能把那个投影片放到主日学募集的部分哈？主日学他们有募集很多旧鞋。我们最近有听到一个名字叫“旧鞋救命”，对不对？他就为了要募集的东西寄到非洲去他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这个需求，有的旧衣物就不用因为这个图卡字太小了，只是让你知道说他们在参与物资募集，那牧师会把这个图卡放到各群组你们如果家里有收集一下当然基本的整理比如说。旧鞋你说脏脏臭臭的也不好如果能够稍微整理一下，但是先不要拿过来因为现在我们要先做圣诞节的一个二手货的市集，所以要分开等到那一天再送过来，不是现在就拿过来那我们的二手的圣诞市集呢，已经开始收集东西了，在地下室。还有一点要拜托，我们也同时看说我们要收集二手物品，要送给那个原住民，对不对？因为2个会重叠啦，怕说不小心就把你卖掉，卖东西卖掉。所以呢，我们等圣诞节过，好不好？圣诞节过再把你这个回收的物品拿过来，这样就不会混乱了所以你如果开始整理了，先放在家里面圣诞节过后年底前到春节前我们才收集完那第二个报告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福音月历我们每一户领一份如果有剩我们以后再开放给大家来申领还有那个投影卡有一个资料，就是要每一个摊位也在募集请大家一起预备一起预备。好，那最后要报告就是说，等一下我们结束先不要离开，我们要为12月的寿星来庆生12月的寿星，我们这样子报告，谢谢。颂荣我的神，我的王请起立。吟诗后由夏牧师来做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带领，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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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我们留几分钟要来庆生。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在圣诞这一个温馨的节期，我们12月份的寿星，我们要请站起来，可以吗？站起来，我们要为你唱生日快乐歌，祝福你。我们要请我们的慧兰小组长等一下来吹蜡烛。我们寿星不要客气，包括来宾呢，有没有12月份的寿星？
好，我们来唱，来生日快乐歌，来一起唱，哎，祝你生日快乐，嘿，歌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哎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我们请慧兰小组长来。Day to， 我们摄影机准备好了吗？摄影机准备好了吗？预备好，好，我们来请他来吹蜡烛，好，拍手鼓励。我们来祷告，为他们祝福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12月份这个温馨待降节的节期，我们为所有的寿星献上感恩祝福祷告。主啊，求你让他们在享受这一个寿星家人庆祝、朋友庆祝的时候，那个温暖、力量跟信心都在他们身上。也求主带领他们，在生命历程当中，因为得到神特别的恩典，人生的道路越丰盛，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还有健康都得神的保护。也求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神的亮光照顾还有保守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谢谢，请坐。我们给隔壁祝福说待降节快乐，好不好？好，我们方便的可以到3楼一起享受午餐，谢谢，谢谢。